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外口虽然冷冷，毋过咱的心烧烧，因为上帝甲咱伫地。咱今仔早起要来敬拜上帝。伫咱要做礼拜的大圣，咱先来锻炼信息，请咱掀开信息16首。信息16首，上帝是阮道险所在。伫咱要唱以前，咱来看几个字。咱来看第一节。第2节来看第2节的同尾字，第2节的同尾字，第1节是中间，若是第2节迄个无间叫做无人，让开的人，无人。第1节的中间是中间，第2节的无间是无人，无人空的人。吼，后来咱来看第3节。第3节，万军的主教阮伫地，做阮关台保护所在，关高毋是高台，关。好，再来看第3节的第2节，当来看主奇妙所做，当就是着来看着，毋是当来看主，是着来看主奇妙所做，着来看主。好，咱来看。第4节，伊压钱经。第4节的头一句，着伊压钱经。好，安尼，咱来唱第3节甲第4节。万军的主管有谁？阮所伫的，阮国大保护在，但有看主奇妙所做，我以宏伟高极厉害。咱搁唱一摆，唱较慢一点嘛。这首咱较无熟，有诶熟，有诶无熟，咱搁唱一摆，较慢一点嘛，变来。变来。万军的主教阮伫地，做万军的保护所在，着来看主奇妙所做，爱的宏伟高极厉害。第3节搁一摆变咧，万军的主教阮。本来，伊爱至今也张灯秋，微笑真恰高粱浓酸，一秒黑的悲剧，世界万民最义最大。第一节本来。上帝是阮的险所在，伊患难着其心帮助，地水被神刷一个海，阮也无惊点子勇敢。好，咱即马照速度来哦，第1节咯吼，较紧一点点嘛。本来，上帝是阮的险所在，伊患难着其心帮助，地水被神刷一个海，阮也无惊点子勇敢。好，请咱来看第2首。466，
这首咱较熟啊吼。第一节，天顶大开稳定的嘛变来，天顶大开稳定的门，来明星光就出来，这个是全世界。 拜来，天顶的门，光荣的门，来黑影跟就出来，这个是全世界的黑民叫做大真爱，一大叫做目标光辉，这满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。 咱闭办心，最近来个敬拜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；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最悬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定。请咱三个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16首，圣诗第16首，上帝是我多闪所在。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
咱原依然徛咧，咱来讲读新的诫命。新的诫命伫圣诗头前，请大家斗阵来念，请。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向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专立法甲先知的分头。我要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三听。恁若声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，咱来交读启应文第14篇。启应文第14篇，伫圣诗后壁面。启应文第14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姊妹来应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要投票伫你十个的必应的，我要求救至权的上帝。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，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。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。伊的喙齿是枪是剑，上帝啊，愿你悬大盘过这个天，你甲我的骹步设罗网，伊伫我的面前开汉坑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，琴啊、瑟啊，恁着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。上帝啊，愿你悬大，愿你盘过这个天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众兄弟姊妹伫遮尔寒的天气，还阁聚集伫你的圣殿，我要来敬拜你。你的悬大盘过这个天。你的奇妙深过大海，你赐下阮性命，搁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一切拢要归伫你的名，拢要彰显你的荣耀。我要献上阮满心的懊恼甲感谢。主爱天父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过去的日中，你保守看顾阮，互阮伫你的疼爱内面得到十足的平安。我确信，因为你的恩典，阮所有罪人。应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互阮通安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救恩宝座前，甲你来亲近。求主互阮甲你亲近的过程中间，帮助阮，保守看顾阮的心，排除所有的影响阮甲你亲近的因素，互阮会当用专一的心智来服侍你、敬拜你，将阮的心灵甲心识表露出来，得到你的欢喜。主必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啊，求你赐予阮信心，互阮体会人做袂到的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求你赐予阮喜乐，通叫阮的心神时时刻刻拢会当得到你的滋润。求你赐予阮平安，互阮面对任何的挑战拢袂惊吓。求你赐予阮智慧，伫学语的时阵会当讲出学语的话。求你赐予阮勇气。互我会当面对家己的过失，勇敢来改变家己。亲爱的主，你有丰盛的恩典甲慈悲，感谢主时时诚做阮的保护，诚做阮的帮助。
创造宇宙万物阿爸爸上帝，愿感谢你为阮备办圣经做你的话语，互阮明白你，明白主拯救的真理。愿渴慕对你的话语中得到更较更深的活命。但阮点睛听候你，恳求圣神开阮的心门，互阮喜爱你的话语，明白透过恁牧师的教导，欢喜来尊叹你。我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学老要来请圣歌队来学老，圣歌队要学老的是来到我家来。
来就近我，恁既然心着我，软弱也先孤单，来就近我。我要用勇壮双手来扶持恁，来就近我。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8章第14节到22节，《申命记》18章第14节到22节。咱周报后壁面嘛有记载即今日的经文，我来读，请恁大家详细来听。第14节，因为你所要承接遐个国，拢听叹占卜的、惊邪术的，论到你，就耶和华你的上帝毋准你安尼行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对恁中间，对恁的兄弟兴起先知，亲像我，恁着听叹伊。照你伫何日聚会的日，对耶和华你上帝一切所求的讲，无得互我阁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，也无得互我阁看见即个大火，免得我死无。第17节，耶和华就对我讲：因所讲的是好，我要伫因兄弟中，甲因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你。我要将我的话下伫伊的喙。伊要将我一切所命令的对因讲，伊托我的名来传我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办伊。20节，总是先知自传托我的名讲我所无命令伊讲的话，也是奉别的上帝的名来讲，迄个先知就死。你的心若想讲，耶和华所无讲的话，我要太会知啊。若有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来讲的，迄个事若无成，也无应验，这是耶和华所无讲的，是迄个先知自传来讲的，你无得惊伊。愿上帝的话会当天条伫咱的心，做咱的支持甲帮助。讲到咱要请李牧师来甲咱讲，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拯救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真紧的时间，2026年，一个月已经过去啊。愿主你的怜悯甲恩典，继续甲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同在。透过你的话，开阔阮的心。互阮看到主你，互阮伫2026年，你所要互阮的呼召甲使命，愿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用你的话放入阮的心内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真紧的时间已经来到2月份，毋知影你4年5梦。的愿望是愈来愈倚近上帝，还是离上帝愈来愈远？意思是讲，新年新的愿望，你的企图、你的梦想，甚至你的成就，甲上帝一点仔关系拢无。牧师毋知你有感受到，要做一位真正基督的门徒，要做一位真正行入上帝旨意的人。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啊！咱礼拜来教会呢，无法度较轻松做礼拜就好。为什么牧师讲的道理，口味遮重，有时足严肃，有时讲出来的道理，佫亲像咸的钻入咱的心内。你教会佫有最的服侍奉献，我们是自己找罪受吗？顶礼拜日1月25号，即天有大的代志发生无？会记得你台北？我毋是你讲义节目是生日那一天啦，好，顶礼拜嘛我生日啦吼。牧师有缘要感谢真侪兄弟姊妹对牧师的疼惜的祝福。顶礼拜伫咱台北发生一件大代志，就是美国极限攀登家艾利克斯·霍洛德。徒手
攀登101，吼，这大家拢，咱拢咧看闹热，咱拢有真多的想法，网络嘛是有真多的想法。魔术要引用吼李阳运动部长，这是少年哦，伊嘛也在台湾出生的金门第2代了吼。伊对这项代志，伊看的角度是安尼。当伊看这个霍洛德徒手攀爬的画面的时阵，伊第一个念头吼，毋是跟他讲好厉害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伊心内咧想，伊平常时需要偌大的自律甲准备。伊相信霍洛德毋是无惊吓，一定有的。但是伊伫平常时咧训练的时阵，就知即个惊吓。咱一般吼到3楼的时阵，大家拢会皮皮喘，一般吼拢会拢魔术嘛有惧高症吼。李阳，你讲的话为什么真侪？魔术听因为李阳本身伊嘛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。咱知影羽球奥运连续2届的冠军，迄毋是遮简单。魔术有去调出伊的迄个训练的迄个画面吼，真惊人。那个训练有够艰苦的。李阳强调要真正的顶尖，毋是一时的勇气，还是冲动，为了单纯要挑战，而是他一天过一天，把细节做到极致的纪律。信用其实嘛是同款的道理啊，尤其信用是关于咱一个人的性命，咱袂太凊彩，因为咱面对的对敌是随时吼，逐天要拖咱的性命。圣经讲魔鬼亲像好狮，随时要将咱吞下去。所以咱对信用，咱唔通无明白，咱袂使无认识、无明白。咱提香祭拜，知道吗？我们不能跟着人家安尼哦，来教会，咱那个也是怎么提香祭拜？咱拢唔捌，咱捌的神到底是什么神？咱嘛共款来时时日日不断来操练追求，因为咱拢知影，信用无向前就会退后。其实吼，真侪代志拢是安尼。当你无训练，咱看过真侪运动员无训练了，退休了，人就大苦起啊。信用同款，咱需要放伫心内来操练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啊是无吼，当面对大环境的引诱的来的时阵，可能是金银财宝、名利、地位、名声，啊是真侪物件，咱的内心就真容易受这物件来咱控制去。啊是当大风大雨，咱讲无常。突然间临到咱的身躯边的亲戚朋友的时阵，就互咱失去对上帝毋通较信心啊。意思是讲，如果亲像这款无伫信仰顶面备办明白上帝基督徒的运动员，保罗嘛是在咱的信仰做的，咱是运动员。咱啊运动员，咱无伫准备，其实咱是行伫一条冒险的信仰的路程的。虽然咱有来礼拜，咱有参加团契，咱甚至咱有咧奉献，但是什么时阵出代志，咱拢唔知。我是想应该无人想要做这款的基督徒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《申命记》18章14节，18章14节。伫咱周报后壁面吼，咱显着神，咱做伙来头来请，因为你。所要成就，这个国拢听叹占卜的，行遐所的，论到你，就耶和华你的上帝唔准你安尼行。摩西提醒这新的以色列百姓，旧的拢死伫旷野，这新的因为进入迦南地的时阵，上帝要将迄个水的所在互恁。重点是咱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是10条诫。如果无遵守，就是死。反正如果当咱有遵守上帝诫命时，当咱到迦南地的时阵，咱会真侪遐个所在的人会在羡慕恁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人？
这个国哪有智慧佮聪明？这其实嘛是主耶稣吩咐咱。当咱基督徒有彼此相听的时阵，人就明白你是耶稣的门徒。大家羡慕咱教会团契的生活，因为伊伫咱的身上看到哪？看到光，看到望。但是咱知影，重点是哪？彼此相听这个功课，这个是非常艰难的工程。14节所讲，以色列人所要侵占这个国，就是迦南地。迦南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在。如今咱面对的世界嘛是同款复杂。你第10节到11节有描写迦南地是甚物款的所在？遐有人互查某囝经过火行绳索，看命的、做西工的、动机的、看望的，听起来拢真恐怖。但是迄是迦南生活的一部分。其实现今咱台湾民间宗教生活中，悠然有这个活动的。当生命中有疑问、犹豫的时阵，咱拢会去庙的啦，抽签、算命、求问神明。连咱的政府官员嘛是同款。博士伫金门的迄侄儿参至于同款的这年纪。伊嘛互神明紧去做当机，你知毋知？紧去做当机，甚至侪人透过看风水、命理、要找性命顶面的安慰，甚至要透过风水、算命要改变咱未来的命运。因为从哪好运、赚大钱，搁呾长好寿。是毋是这三项？其实啥拢是上帝厌恶的代志。当是上帝讨厌的代志，代表你搁照做嘛，无法度得到什么好处。因为当人有这个行为，就是无可是上帝当作是唯一的上帝。但是咱知影，虽然上帝安尼禁止以色列百姓袂使安尼做，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受到当地信仰的影响，有真侪君王去军队因学习这个行为，去敬拜迄个偶像神明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真紧行往死亡的网路。以色列这个国家减彩还佫毋忘。如今教会的困境嘛，亲像当初这个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同款。同款含入追求最类似上帝厌恶的代志，互教会基督的信仰变成一个甲其他民间宗教同款组织的所在。咱即摆有真侪教会组织无伫上帝里来，咱有真侪团契你活动的时阵，上帝无伫内底。宗教的意思。简单讲，就是把上帝当作神明放伫顶面。而教会，阮欢喜做我想要卖。礼拜的道理，我想要听我就听，我无爱听我就无爱听。上帝诫命，上帝听，甲我无一定有关系。阮追求阮所喜爱。咱教会有人是爱来教会来聊八卦。讲人的是非，参加食啉的活动，你到做无准、无正的真理，加工减料的传统制度，甚至世俗的价值观，进入来教会。基督的真理，伫这个信仰团体内底啦，我们被稀释了，真理被稀释了。人伫无形当中，就渐渐对信仰麻痹去啊，莫讲信仰啦。我会记阮地牧师迄阵伫民权，早讲一个笑话的代志，因有一遍，毋知了一间教会参长老咧开会的时阵真重要，
其中有一个长龙，咱今仔日开会，卖讲信用。我无说啊，咱伫信用团体内面，咱开会无讲信用，咱要讲哪？信用变成伫咱的性命内底，就变成行礼如仪啊。礼拜来做礼拜，做了就离开。到你世界，人无看出你是基督徒。真理无法度进入人的心内，人的内心就会渐渐自高自大。无上帝会听无懂这真理伫咱内底，咱就会自高自大。最后，咱就空有啦基督徒的身份啦。毋是你只挂一个十字架，你就是基督徒。基督徒，安尼教会自然就会亲像社会分党结派，真侪官的位。甚至咱看教会发生一寡咱想袂到的代志，竟然伫教会来发生，为了情的代志，为了权的代志，为了钱的代志。尤其是上帝所交托带领教会的牧者甲长老，彼此相争，吵吵闹闹。直到咱看侪羊群伤心四散，也是安尼。恁感觉上帝教会检查还阁毋忙？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15节到19节。咱做伙来读上帝话，来请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对恁中间，对恁的兄弟兴起先知，亲像我，恁着听叹伊。照恁伫福利聚会的日，对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切所求的讲，目的，互我阁听见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声，也目的，互我阁看见这个大火，免得我死无。耶和华就对我讲，因所讲的是好，我要对因兄弟中，甲因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你。我要将我的话放伫伊的喙，伊要将我一切所命令对因讲。因托我的名来传我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办伊。上帝拯救，上帝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本就是做奴隶救赎出来。咱在座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嘛是同款，无管你是出世，就是伫教会第3代、第4代、第5代，还是像牧师安尼第1代，咱嘛是同款。上帝在咱救赎来，咱本来做奴隶，互上帝救赎来教会，上帝要气煞，互咱沉沦去。上帝竞选，上帝呼召，上帝一定会负责任。当透过摩西对因讲，对这个新的以色列百姓讲，毋通惊，上帝兴起，亲像伊的先知。咱知影，摩西对上帝忠心服侍的心志，伊的态度是未来先知合适的榜样。每一个时代受上帝竞选的路步，拢有上帝交托予伊的使命。摩西是以色列伟大的先知，上帝重用的奴仆，伊会使讲是尽心尽力，几乎是卖老命啊！带这群咬也吵、打也吵，真正无懂事的以色列百姓。圣经里写的，伊袂写讲拢是好的，伊拢是写真正咱的灵性就是安尼。咱嘛是安尼，咱毋是咱看啊，因咬也吵，哪有可能安尼？咱嘛有可能是安尼呢，咱嘛咬也吵，打也吵。但是当任务完成的时阵，伊就交互下一棒。这个经文中来种兴起，兴起这2字是有上帝的主权伫这个中间。罗马人书第9章15节，安尼讲，因为伊甲摩西讲，上帝甲摩西讲，我要任命我所任命的，我要体贴我所体贴的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
有时咱感觉即句话甲真无公平，哪会安尼？但是咱要知影，伊是上帝，这就是上帝，伊咧显现上帝的主权。所以上帝伫无共款的时代的环境，兴起无共款的人来服侍伊。咱看对旧约开始，有士师、君王、祭司、弥赛亚，全是上帝从外邦人的国王帮助，才受了以色列百姓，转去造圣殿。如今嘛共款，上帝希望在座的咱，上帝要希起咱。愿意为主来做工的基督徒有无？上帝要希起咱在座的咱，上帝做以色列人中的兴起先知，兴起先知主要要传达教导上帝的真理。真的先知有假的先知，嘛有真的先知。咱伫即摆这个时代嘛，看有真侪假的。传教者，假的传教者真多。真的先知，就是讲上帝爱伊讲的话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对抗哪？还有世俗的威胁，互以色列人会在伫上帝应允因的所在过着敬虔的生活。享受上帝同在迄个丰盛，这个丰盛有真侪基督徒误会这个丰盛的意思。牧师拄仔来教会嘛是误会这个丰盛的意思。这个丰盛的意思，毋是甲好运趁大钱长好相是无共款的。这个丰盛无共款的。反正咱要有上帝同在的丰盛，咱要经过操练。咱爱警醒，咱爱操练，咱较有法度安尼攀爬101安尼，咱爱操练，并且当咱真做有上帝丰盛的时阵，咱爱真做别人会祝福的管道。但是咱人真正是两者，就是上帝囝儿嘛是共款，上帝子民嘛是共款，上帝百姓进入迦南地了，一遍搁一遍。行歹，上帝听因的哀求嘛，是一遍搁一遍找派先知来救赎因，来救赎因脱离黑暗的苦难。但是，咱今日的经文20章20甲22节，上帝警戒因的话，咱做伙来读来20甲22节。总是先知自传托我的名，讲我所无命令伊讲的话，还是奉别个上帝的名来讲，迄个先知就死。你的心若想讲，耶和华所无讲的话，我兼会知。若有先知托耶和华的名来讲的，迄个事若无成，也无应验，就是耶和华所无讲的。是迄个先知自传来讲的，你无得惊伊。上帝苦口婆心的教导，但是以色列的人的心，哪石头同款。你现在有时信心，才咱提醒；有时咱嘛无一定会听。咱犹原像迄阵的共款，犹原听谈侪假先知传讲错误的信息。咱无愿意听真的先知所讲上帝的话，因为真的话，咱的心会真艰苦。听讲有人讲，今年第一讲的时阵，牧师讲的迄个话吼，有人真艰苦啊！牧师咧讲奉献。安尼赚到伊的心，安尼真艰苦。直到最后，咱看以色列无法度对错误的中间有学习，体会上帝对因的苦心。上帝就将因交出去，收掠巴比伦这个国家。兄弟姊妹，
虽然每一个时代，上帝子民拢为了家己的私欲，无听上帝话，常常伫世界甲上帝中间走来走去，两边走来走去。但是上帝救赎咱世间人的痛是无限制的痛。上帝的爱就好像慈神爱手一样，嘛是亲像迄个龙主、迄个老爸同款，你等咱回头。约翰福音书第3章16节来讲，因为上帝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既然互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，伊疼世间到安尼。2000多年前，上帝兴起上伟大的先知耶稣，来到世间，互世间人有新个正确的选择。咱唔能够沉沦，跟这世俗受偶像魔鬼来控制咱，咱过着无平安的日子。耶稣亲自要成做咱的大牧者，成做愿意跟随伊的人学习的典范。耶稣嘛要互咱的心的迦南地，真正过丰盛的生活。兄弟姊妹，咱已经是一群受上帝拯救的囝儿，咱千万唔通阁行回头路。2026年已经过1个月，真紧的时间，就会紧的过。所以咱即马过，咱千万唔通因为咱一时的好，咱阁受引诱，咱阁对起上帝倚靠。咱嘛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失志、艰难困苦、身躯病痛的领导，咱就埋怨上帝。牧师知影，当有大的代志突然间临到的时阵，咱一定会惊呀，一定会挡袂牢。但是咱知影，咱平常时咱这个信仰，就是要用伫这个所在、这个时阵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活出受上帝拯救迄个款，什么款？就是基督门徒的款。咱需要更加啦，我们更要积极，咱向上帝赏赐予咱的才能、恩赐，咱来全部来奉献，互上帝过来使用。伫新的一年，也要过年啊，咱淡薄爱搁小可想者，今天是2月1号。我们稍微停下来，咱阁想考者，咱目前这条行咱毋茫的路，咱所计划、咱所度过的、咱所做每一个服侍，是毋是上帝爱咱行的？求上帝帮助咱，求上帝怜悯咱，求上帝互咱学习放下咱每一个人内心的骄傲。甲私欲，咱无过是凭咱的肉体废气，咱冲动冒险，咱来背101迄条信用的路。我们不是在凭血气，我们不是在凭冲动，我们甚至不是冒险，要来徒手来爬101这条信用的路。咱要用勇敢。上帝予咱的智慧，咱军队主所安排咱每一个人的计划。咱是新的一年，咱会经历主耶稣同在迄个美好，诚做主中心的路步。因为上帝的拯救真正已经是临到啊！天顶恩典的大门嘛已经为咱来拍开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真正是满心来感谢你。伫如今这个世界，魔鬼好势，逐工想要来吞食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。愿主你的信心扶持，你的真理拿剑拿刀来常常来提醒阮，互阮来跟地主你的脚步。真正行做，真正过着迄个丰盛的生命，
我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感谢李牧师美好的进度，咱要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。圣诗第466首，圣诗466首。天顶大开恩典的门，天顶大开恩典的门。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天顶大开恩典的门，来领引光照出来，这光是主是基督。坐，咱要来进行今日的奉献，听长番的同工来服侍，请咱用感恩的心来谢谢上帝。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唱奉献的歌。
请坐。咱要来进行今日的公道。公道的事项伫咱周报的内页面有写，来，咱来看。教会义上，新传正信徒，万民皆祭司。读经祈祷，委身服侍，彼此相听。第一，感谢上帝疼惜世间人，想出耶稣基督为阮受顶是伫价顶，互阮会当得到救，而且活出新的活命。第二，为着肢体枉然削灰得名清光，慈爱仁和春基纳灵英智舞龙以乐秀容志坚雅纳义君温柔诸如世民，因即寡人的需要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财务的检查顺利完成，学会手册资料会当完善。愿咱所做的工，拢会当荣耀主名。第四，为着台中接我阮疫情得到控制，愿世上有优势的政权，拢降服伫上帝的律例的学习公义。咱为着这事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宇宙的大主宰，出日也是落雨，拢有你的旨意。世间万事拢伫你的掌管中，我相信你要做王到万世代。虽然有时我也会失去信心，但是你的疼却拢无离开我，你的手也会继续牵我扶持我。我要倚靠你来加添我的心。不管所面对的风险是偌大，互阮对神来经历你的平安。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伫阮失败的时阵，你无放下阮；伫阮跋倒的时阵，你扛阮起来，叫你帮助阮有得胜的生活。阮知影你的疼拢无离开阮，一切临到阮身上的逐项代志，拢有你所备办美好的旨意。我你加添我有勇气甲信心，随望经历失败，犹原徛在，你就是我生命上大的依靠。天父上帝啊，现今世界真侪国的中间纷纷扰扰，无会平静。愿各国的政府的领导者，拢会当降服伫你上帝的律例的学习公义，也为着咱台中鸟仔瘟的疫情会当得到控制。一直阮教会下礼拜学会好会顺利来向上帝祈求。最后，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做声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你的日时行了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权能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来报告，那后礼拜也是圣工的事项，也是团契聚会，请大家注意有注意的看。咱来看教会消息，第一条，
2025年奉献的民誓一定打伫公布栏，请伫2月初8以前完成核对。若有错误，请干事来反映。第二，2月初7拜六下晡3點要召開小會，請小會員留意。第三，下主日就是2月初8舉行今年第1擺的聖禮典。若想要受洗的建圣礼的设立會籍的兄弟，請牧師來報名，會當安排相關的事宜。迄日要甲主同坐道，請主內的陪唱肢體敬虔預備，領受主恩。禮拜四要舉辦咱今2026年的定期會員互會，應該出席的會員名單已經公布伫咱教會公布欄，甲各團契的群組。那請在職的會員留意，若要摕紙本的學會手冊，也是因為迄天有代志袂當參加的，請一定愛到1樓的櫃台來登記。第四，教會有備辦新春的春聯，供會友來使用。原則上是一家戶領一張，會後請到交台道來摕。第五，2026年愛餐的零現款還未到的，請緊交予幹事來列銷。團契的消息，第一，2月初6拜5。上午10點，上日團契咧1樓聚會，主理是二級牧師。第二日，2月初7拜六下晡3點，婦女團契有聚會，內容是蝶古巴特的教學吼，是愛珍這姊妹。第三，3月初6拜5，北中上二部有舉辦一個迎春起居的野外禮拜，地點是宜蘭的頭城農場啦。若要參加的，請甲上年的會長妹妹會長和美會長來報名。那下骹的迄種奉獻的名詞，吼，家己來看。若有毋對的，也是愛登記的，先加會記的，也是幹事來反映吼。咱來吟上吟第511首。阿羅天父至權至尊，511首，兄弟姊妹請起立。愿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信心的幫贊靠扶持，幫贊恁對即時到永世代無盡。阿門。好，咱禮拜到這煞，滅島閉會。